台中发掘曾经得考将近烈士档上了解科技林的大林建设公司，这次伫善化新公路顶的建案大任之耀，规格无同于市场，不仅导入品牌对着创新以及美学工的追求，同时也甲侪位豪宅策划专家合作，打造出360度的景观庭院以及优雅的公设空间大屋。台中的公司，但是一直都在新竹跟竹北发展。但是在4年前的时候，我们意识到说，台积电来南科的设工厂3奈米、5奈米这个工厂之后，我们就觉得说，他们在竹科的这个那个竹北跟新竹的房地产的这个盛况，我们认为呢，应该呢会延续、会复制到这个南科的周遭的房地产，工法越来越好。然后我们还没新建之前，我们就把整栋的并都建构好了，就是说。在你的建筑结构里面有没有什么互相焊隔的水电啊，跟结构体的会不搭嘎或撞在一起的？我们事先先检讨。外观怎么弄，格栅怎么那个格栅都很特殊的格栅，甚至有些是进口的格栅，我们都先把它研究好。不只有出色外观，该建案施工工法嘛特别引进静压板桩工法，以及伫每一户装设 VAF 空气净流系统。让大任之耀成为来外兼别房屋。之前我们在新建的时候用钢板桩都是用敲击的，传统都敲击的，也比较省钱呐，但是呢，现在的话，这个我们觉得说不应该，因为它会有震动，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对居民来讲都是有个困扰，所以说我们这次就特别采用这静压，这是比较新的工法，日本进口的机具。大林建设起好处嘛，听青年。和台南的首购族会当买到好建材、好设计、好地段又一房屋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